我们各地的莲友们，大家早上好，阿弥陀佛。我们法会刚结束了，利用今天早上师父给各位介绍一个公案，我们看了都很感动。这个念佛的重要，尤其是在临终念佛，它的效果特别大。从前有一个出家邪道的人，他已经证得了天眼通、天耳通、他心通、宿命通，还有神主通，并且断除了所有的烦恼了。他成道之后，凡是对他有恩的众生，他都用神通和智慧呢去救度他们。但是只有他自己的母亲在地狱当中没有得到救济，因此他想尽各种办法要来救他母亲出离苦海。当他入定观察的时候，发现有一位杀害父亲、篡位自立的国王，再过7天以后就要死了。而且死后受业报的地点呢，恰好跟他母亲在同一处地狱。那一天晚上啊，这一位罗汉就应用这个神通进入王宫里面，在国王寝室的墙壁上面现出半个身体。国王见到他这个样子，心里非常恐惧啊，便拔刀向他砍去了。但是不料呢，这个刀子啊，竟掉落在地面上。而墙上的罗汉却仍然屹立不动。国王知道他必定是一位得道的高僧，急忙叩头谢罪。罗汉就问国王了：“你是杀害父亲、篡王位的人吗？”这个国王就说：“是的，我不敢隐瞒。”罗汉又说了：“我知道你的阳寿只剩下7天，你死后会堕入地狱，所以我特地来告诉你的。”国王立即苦苦地哀求罗汉能够救他了。这个时候，罗汉就说：“你只剩下7天的寿命了。如果你要做大功德，恐怕时间来不及了。如果你能在这7天里面专心一意的念佛，不要间断，就可以免掉这一场灾难了。”国王听了罗汉的话呀，果然一心拼命的念佛，7天当中呢都没有懈怠。他死后啊，他的神识仍然很清楚，知道自己到了地狱的门口，于是他赶紧继续的念佛。但说也奇怪了，才念了一声阿弥陀佛，炎热的地狱突然间清凉了下来呀，各种刑具啊，在处罚这些罪人顿时化为乌有。那一位罗汉便趁机现身向地狱的众生说法，而罗汉的母亲、国王以及所有在地狱受苦的众生，在闻法之后都一起脱离开地狱的苦海。各位，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公案，但是让我们体会到念佛的威力不可思议，佛的慈悲难以想象。念佛不但能消业障，可以增长智慧，甚至于能够起死回生。比如当一个人过世12个小时啊，本来他的表情很痛苦嘛，很难看。后来有人帮他念佛的名号，念了几个小时之后呢，死者的肢体变得很柔软，表情也变得很好看，甚至于还面带着笑容。这完全是仰仗佛不可思议的加持力所产生的功德。死后12个小时帮他助念都有这么大的效果，何况我们人在临命终的时候就一直帮他念佛，那个效果当然更大了。所以我们平常念佛啊，在世弘凶化吉啊，遇难成祥，能够平安天福延寿，这个是肯定的。更重要的是，你临命终，因为平常有念佛的习惯，你念佛的种子完全深深的相信，你一念佛，佛要救度，所以你自然得到阿弥陀佛慈悲现前佛光普照，名号来接引，让你顺顺利利、安然自在的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能够花开见佛。所以这个念佛对众生意义太大了。我们今天将这个公案给所有各地的莲友来报告，一方面介绍，再一方面就是要大家互相鼓励，我们要精进念佛。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